聖城新耶路撒冷嘅12根基。喺呢一個啟示錄最後嘅嗰1-2章，好似係第21章，提及聖城嘅根基有12種寶石作為個根基，而呢12種寶石係非常特別嘅。呢個特別係到20世紀先發覺嘅，就係原來寶石分2種，一種係異向性寶石，一種係單向性寶石。異向性寶石就算用純光射落去，佢都係發出五彩繽紛斑斕嘅顏色，而單向性寶石就唔可以啦。單向性寶石只會睇到一種色，亦都即係冇色啦。所以呢一個喺啟示錄21章我講到12種寶石係全部都係異向性寶石，即係俾神純潔嘅榮光射到嘅時候，係會照耀出五彩斑斕嘅色彩嘅。而喺嗰個年代，據估計大約有28種比較通常嘅寶石，當中有16種係異向性，12種係單向性。亦都即係話要喺呢28粒寶石裏面揀12粒，都係呢一個異向性寶石嘅機會係低到6,000,000,000，寫1萬次揀啦，使徒約翰先有6次揀中12粒都係異向性寶石，亦都即係非常低嘅機會。喺呢個年代，喺呢個末後，我哋知道有異向性、單向性寶石，就知道原來就算係啟示錄去到最後1-2章，仍然神盡顯佢嘅智慧，盡顯佢嘅美麗。願大家都嚟睇聖經，學道理，然後行出嚟，信主耶穌，認罪悔改而得救。神係呢一個又美麗又充滿能力嘅神，奉主耶穌名祈求，阿門。